大乡亲啊，南投德山富州里的无国柑皮薄厚汁，讲好食价都参高山啊，拢想要来偷买。最近这个无国柑是喷天然的石灰粉，要来防止偷拍，嘛将做白色的美景。规片的果子园袂输落雪同款，这毋是农药啊，是天然粉，专门要加无国柑防拍的。那个是钙粉它是防晒的，因为它的皮肤很怕晒太阳，晒太阳的话，那个果就会干裂这样子。因为附近的山沟会来偷食，所以讲头家逐工拢会用无共款的技师来应付。这边的猴子还算有良心啊，它不是很像人家讲的说摘一个吃一个丢一个，它没有。今年柑仔采收期有去前着，因为今年是去年一个闰6月，所以今年的过年啊，农历年比较晚。正常来讲，这个时间都已经采完了。头家讲，因为无国柑会当现买现食，因为富州里天气的关系，食起来比外口买更较甜，这是乡亲过年的新选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